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一句日客仔俗语：臭头仔滴无仔，讲下做夹夹。台语安尼写夹夹。臭头仔就是蜡里头，头皮会出油，会流汤，会黏黏。在这种的状况下，若是滴无仔，无仔就会夹掉咧。所以讲臭头仔滴无仔，夹夹。夹夹一般是咧形容时间紧凑，不太够用，时间无啥够，一摆一摆啊。这件代志拜六进前要处理好势，是臭头仔滴无仔夹夹，上好是用较侪时间咧。你要坐下到3点的高铁，我看是臭头仔滴无仔夹夹，只要小可动作就袂赴咯。夹夹鼎，煎卵煎过煎鱼仔，油若下无够，鼎阁受热，就真会夹鼎。两岁囡仔甲妈妈夹真条，一下仔看无妈妈。就骂骂好，夹，搁一个音硬，硬菜菜硬。阿爸真好客，食饭的时拢会帮人客硬菜。当然有考虑到卫生问题，唔是用家己的猪，是用菜硬公猪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讲日客仔俗语，臭头仔滴无仔夹夹，实在真趣味。